點解買關節產品嗰陣一定要睇下有冇專利成分？因為有專利就代表背後有大量科學同臨床數據撐住，有專利認證嘅成分，純度同吸收率都有嚴格保證。市面上好多產品成分齋量標到好高，但冇專利萃取技術，身體根本吸收唔到，變相嘥錢之餘，仲錯過咗修復嘅黃金期。寶骨療程係一款完整嘅關節修復方案 ，Livion 幫助逆齡抗衰老、深層消炎止痛，而 Movion 幫助軟骨再生、強化骨頭同補骨膠。早晨飲一包 Livion， 夜晚飲一包 Movion， 撕開即飲就可以啦。唔好睇佢好似細細一包，入邊就有7大國家專利成分，尤其係2型膠原蛋白，可以幫助軟骨再生，喺最短時間內幫你從根源解決退化問題。好多用家只係用咗一個療程就明顯感覺關節唔再痛，行得跳得，仲可以開開心心去旅行添。食過一隻係澳洲嘅，但係對我嚟講係冇乜效。後尾我自從食咗你哋呢一個療程，第一時間俾我見到嘅就係我呢隻手指有一日咧佢唔痛喎，可以喎，呢隻嘢幫到我喎，我點喐都得喎，我就繼續再食，隻腳都好翻好多啦。我今次可以去旅行去成個禮拜。我係江仔，堅持以誠信經營寶骨療程，唔會為咗賣而賣。點擊影片下方發送信息，1對1教你如何正確服用寶骨療程。而家仲有做緊限時優惠㗎。我係江仔，你嘅健康我為你操心。